李亞鵬有小三唔係今日嘅事啦，新歡巨兇阿如光明正大陪李亞鵬遊倫敦，衰花心衰爛滾，最衰都係貪得無厭，呢樣先令王菲死心啊！李亞鵬逼攞1億搞地產，王菲單方面入紙離婚。李亞鵬同王菲喺新疆辦理離婚手續，阿菲返北京嘅時候就眼濕濕。話說兩個人離婚最大嘅死因都係因為個錢字。李亞鵬喺09年搞製作公司同埋夜店嘅時候，已經蝕咗阿菲半億身家。2年之前，佢又趁王菲復出賺咗2億，逼阿菲拎1億出嚟搞地產。貪得無厭嘅李亞鵬終於令阿菲死心，單方面入紙申請離婚。李亞鵬冇咗呢條大水喉，怕唔怕？搵個咪得咯。你睇佢離完婚返北京笑晒就知啦。原來佢喺半年前識咗個北京巨兇有錢女阿如。聽講仲係佢好朋友楊坤介紹，兩個人打得火熱，早排仲陪李亞鵬同細女李嫣遊倫敦。兩公婆喺2年前已經名存實亡噶啦，但係就仲要喺嫣然天使基金嘅活動上邊扮假面夫妻。5月嘅活動上邊，兩個人仲分開台坐，當時李嫣同李亞鵬坐，後來仲自己走去揾阿媽添，趕走咗個掠水老公。阿菲反而同前男友謝霆鋒 keep 翻聯絡，兩個人都經歷過離婚，嘴型更加啱 key，繼續做好朋友啊！